湾俗语摕来谈，心识处理是有内涵。欢迎收看《报道歌丁》，我是林品源。台湾俗语是咱祖先伫这个土地生活体验所产生的智慧。报道歌丁就要用俗语带乡亲，咱做伙来去看咱台湾人的故事甲文化。咱自细汉受到的教育拢教咱讲爱讲标准的华语，对台语真无重视呢。真侪些个诗词啊，咱用华语会当随口段的念甲真顺，但是要用台语的时阵就念甲安尼嘎吱嘎吱。其实啦，咱日常生活中间的这个台语嘛真水气嘛真好听啊，但是用台语来念诗，到底是什么款的感觉呢？啊，佮用台语来创作这个诗文，又果是什么款的意境呢？真侪人我相信拢甲我同款，唔捌听过这个台语诗，所以咱今仔日呢，就特别来为大家介绍，咱先来看一段美诗啊。伫太平洋的海面，龟山岛是上影目的景点。火车来到头城，看到人居摆尾，就知影宜兰到了。海影碧波，安大美丽的小岛。台湾风光实在好。诗对我来讲是一款信仰，一款爱。戒严年代我嘛在写诗，自由的时代嘛在写诗。我写诗拢是土地甲人民来做我的考虑。东北角对我来讲，就是台湾上水的海的国度。你看到遐尼旷阔的太平洋，看到遐尼水的海影，规个人的心拢对咧感觉欢喜。感谢我会当生伫这个土地面顶。感谢这个土地，让我有会当不断写作的题材。伊嘛是安搭阮心肝的岛，伫旷阔的蓝色海面默默游，海鸟点心，背向日头刺探的海球，海岸浮沉，去人甲海波浪相浸的月光。伊是阮梦中定走出的岛屿。今仔日呢，咱特别邀请到第一位，嘛会当讲是第一名以顺台语创作台语诗的台湾诗人向荣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首诗是老师迄阵咧创作的时候，是咧描写着讲这个咱宜兰这个南洋平原的这个所在美景啦实在是互人足感动的呢这当然啊，这个诗人啊，透过这个诗作咧创作的时阵，会当表达着讲这个土地迄个情感其实是确实有影是真无共款的迄个气味。用讲每一个人拢徛伫这个土地面顶咧生活，咱的生活内底有真侪欢喜、悲哀、痛苦。包括你所讲的感触，是将这物件放入我的心肝内底，用我的心去写。是其实我写作大概无什么技巧啦，嘛无什么遗憾啦，都是一般的心情。是差不多是伫1968年的时阵，迄个时阵老师你才几岁啊？13。这会当讲会当讲。是13岁的时阵，就开始写这个诗这个诗作的发表有真侪所在，这个杂志顶管都有咧发表尤其是咧读高中的时阵1970年的时阵，会当请老师你甲阮讲看卖迄个时阵哈是少年。迄个时阵是安怎？求学的时阵，咱会开始去创作这个诗啊，这个文章。是差不多1960年代台湾。是。咱的社会基本上要是伫农业年代。我住伫庄卡南投县鹿谷乡山顶。因为厝里开册店。是。所以我真爱看册。看册看了以后呢，去五买到一本。屈原、屈原，屈原，的离骚，所以将安尼买着诗，买诗了后呢，就将屈原这首离骚规个甲背起来，但是拢唔捌，足生气，就讲我以后一定要写像诗，像这个屈原安尼，写一本互13岁囡仔看唔捌，背也背唔捌，拢无了解的诗。所以进入高中了后呢，因为对诗的兴趣，所以就找一寡好朋友，好同学，大家拢在写诗，
啊，所以我就成立德文诗社，是啊，用刻钢板的方式，是刻钢板、刻钢板的方式来出阮的诗刊。当时就已经用台语来写嘛。无啦，阮受的是国民党的教育嘛，啊，所以拢是国语政策嘛，是，所以拢无用台语在写。迄阵啊都还我等没用台语。到写台语的时候已经是大学3年，哦，大学3年都20岁啊啦。是，迄个时阵我的思考就是讲，我想要写诗，啊，因为过去啊，虽然讲真早就起步，是，啊，但是并无发表，是，拢家己的刊物嘛。是，我想啊，我应该有发表，啊，要发表呢，就要思考我的特色伫倒位。是，后来我想讲，我喙齿面顶，我的喙齿啊，都是我的本钱。是，我喙齿内底讲的话，都是母语嘛，吼，台语。啊，但是伫我进前呢，因为我庄脚人啦，吼，所以我感觉那毋捌看到别人用台语在写诗。是，我想讲用台语来试看嘛咧。是，啊，这是我开始写台语诗的一个想法。啊，所以就20岁迄个年，迄个时阵开始写。20岁写到当。甲当嘛，我咧写。你敢会记得讲你头一首诗是咧写什么款的内容？第一首是叫做《阿公的薰吹》。是。阿公写完是讲阿嬷无写袂使，所以第2首阿嬷的目屎。安尼有效。哦，两个拢写，就老爸老母嘛爱写。所以第3首写啥？阿爹的饭包。是。啊，第4首写阿母的头毛。是。阿爹这字啊，我伫生活内底无咧叫阿爹，拢叫爸爸，对爸爸。是参考歌去。哦，古早拢安尼讲。对，阿爹、阿娘、阿爹亲，对吧？母亲、娘亲。对，娘亲。是。所以，这就受到歌戏的影响。阿爹的饭包，有真常问我，恁遐拢叫阿爹，我唔是啦，我听歌戏。我是要参考歌戏的，因为我认为歌戏文雅。是。若要讲影响我哪有啦，哈，就是讲我在写阿爹的饭包的时阵，台语诗是禁忌，袂当写的，因为国语政策。啊，而且报纸歹甲你看。啊，报纸我迄阵啊写的，用华语写的，副刊拢会看。是。但是台语写的报纸无看。是。所以我想讲，安尼要安怎呢？哦，就交互咱台湾人办的杂志，是叫做《台湾文艺》。是。另外一个是诗刊，叫做《李亚诗刊》。啊，这无稿费，但是不要紧，我第1首刊出来，就是阿公的薰吹，阿嬷的目屎，阿母的头毛，阿爹的饭包，这4首刊出来时，迄暝我困袂去。是安怎？足感动，足欢喜。是吼。因为我想讲，我用台语写这诗，伫报纸拢刊袂出来。是。啊，即摆会当印伫杂志面顶，虽然读者有较少淡薄啊。是。但是，迄就是将我的愿望，付出啦，会当伫这个刊物面顶看出来，互更较侪人看到。啊，为着要互更较侪人看到，我想讲，啊，一般迄阵啊字我拢家己找啦，家己做的啦，无像即摆吼有教学部，有教学部标准字，我以前无嘛，啊，所以想东想西，家己来斗，家己斗，啊，我想讲，要一个办法来念看嘛咧，是，啊，就念这台语诗，是，啊，我会记得我的册内底有讲到，讲我有伫火车面顶，迄阵啊火车拢较慢啦，慢速度的，念台语的诗哦，或者阿婆听，伊听个流目屎，是，哦，这个印象我甲大家足深。啊，去学校念，嘛有真侪人听了目屎流落来，是，所以我就讲啊，安尼我有信心。啊，我的母语是会当感动人的语言，是，我的母语毋是无水准的语言，是，啊，就将安一直去写落去。我今日听老师你安尼讲，我嘛有影。刚刚听安尼，我就感觉就感动了，因为拢是有影是出自这真心，你开始一片就是一念心，这么真诚安尼去甲发出来。所以讲你念无什么人哦，大家拢真感动。10行诗甲这个台语诗吼，会当算讲是老师你出名，就是因为这个10行10行吼，啊，到这个台语诗啊，这到底差别是伫什么所在？这是华语写。啊，这个是台语写，是吼，拢是20岁开始。但是我认为讲啊，你迄个10行诗，其实用台语来读嘛无问题啊。要硬读嘛无问题。无老师你客气，毋是我感觉讲你咧写的时候，其实你咧思考的过程中间哦，你的脑海中间哦，其实你就是迄个语言你自由运用。是。重点是迄个心情咧发出来吼。啊，老师啊，无你甲阮示范一下啦。我会记得我迄阵写10行。拢是华语写嘛，所以用真侪古典的物件。是吼。比如讲，我写一个《听雨10行》，我念头前5纸都会使啊。坐在山这一边，
遥遥的听见那边谷地恍恍惚惚传来阵阵呼喊，淅淅沥沥，惊醒了我筑巢采果的美梦。是，这是华语的。这有影是袂当用台语来读。是啊，但是我若用台语写的时阵呢，是。啊，这文报大家拢捌听过啊，阿母头嘛真多，所以我念一个做布袋的这一份，就是搬布袋。好。迄一日，阿姐倒转来，带烟肠水果，带真多好耍的物件。阮上介意的是姐夫爱人的一身布袋迄样啊。啊，两种都无共，完全无共，两款的诗是无共款的。老师有影咧，我刚刚讲哦，看文字啦，有当时这诗的物件吼，是讲你看文字，你有一个感触，啊，你听诗人家己来读的时阵，你会感觉完全迄个画面拢出现了。对，啊，我迄个年代环境，我要发表时，要是用汉字啊，迄阵啊，我嘛要唔捌罗马字，所以要找迄个汉字足难的。是啊，比如讲。阮真卡叫做啊，你咧做布袋，是，就是咧搬布袋。是啊，啊，我最好写做啊。哦。啊，做布袋戏，那看到华文咧、华语咧，是咧做迄种啥？嘿，讲袂通，意思无共。做戏行啊，做戏行啊，师傅。行啊，师傅。对，所以无共。老师，你讲简单讲教一个，啊，那去欣赏到这个台语的语音的迄个水，啊，伊的这个典雅的所在，你讲恁。台语哦，因为上。我是一个创作者，是，哦，啊，我的想法是讲，我要安怎，互台语放入去文学内底，用伊的生命去存在伫咱的文学甲经典内底。啊，我的经字也是讲咧写的时阵，特别注意差不多有3点。第一个是声韵。声韵。哦，咱拢知影台语啊，有8声。实际是7声。是，有2声是共款的。嘿，三底裤看人的鼻滴，是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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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拄我8声。这8声内底，第2声甲第6声是共音，是上少是讲啊，台语念起来拢共款啦。是啊，咚咚咚，还就是咚咚。是啊，啊，所以我若会当运用这个7个声调，就等于是咧运用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是吼，是毋是？是哦，所以当我咧写时，我足注意啥？伊个声韵会水，是哦，甚至就讲世界恬静落来的时，都是思念出声的时。哦，这念起来那咧唱歌啊，一个起伏。对，啊，你也甲拖长，变做世界恬静落来的时，哦，安尼，这就是变做歌嘛。有影咧，这台语的水。有影吼，这就我咧写时特别注意，所以我每一首台语诗啊，拢是用念的，一面念一面写，念甲感觉家己感觉会顺利，我听起来真顺的时阵才变化做文字。是啊，这第一个。是第二个咧，台语本身啊有真侪民俗方面的，比如讲个客家话。是个客家话。客家话你比我较知啊。无啦。比如啊，各种嘅客家话，啊，这民俗嘅语言。有法度放入去台语的文学内底。是，啊，虽然一般人都讲啊，这种俗语嘛，这种民间的俗话，这放入文学无好。但是我的想法就是讲，啊，你文学若无甲摕来用，闽南国知影讲伊唔好。是。第三呢，我是讲，我用台语在写，啊，台语这个做一个文字，有可能讲啊，因为我写了后，会当个开创出新的讲法无。是。所以有当时爱做一寡新词。是。但是迄是较困难啦，迄就讲我家己做的啦，迄毋是别人的啦，嘛无人咧运用啊。除非讲我诗写甲足好，大家以后用一直用。下来阮会甲你用啊。哦，安尼会增加台语啊，会即个咱讲会讲是伊的语言的丰富，哦会当增加。所以讲吼，咱讲到这吼，咱话头一开去了后吼，啊，咱就无法度打动啊咧，挡袂掉，无要紧，咱下写休一下喘，咱心情就出下地。啊，连面话咱再来继续吼来请老师来甲咱解说着伊即个创作的过程中间吼，遇到什么困难啊，啊未来有啥物对咱台湾即个诗作吼一寡期望吼。
秋风读袂出阮的相思，秋天的风伊毋捌字，扫落规山红叶冷叽叽。秋天的风敢有影是你？吹过山峦，吹过山涧，都是吹啊吹，吹袂着阮的相思。阮的相思是红叶一片，对头到尾拢写着你的名字。秋天的风，敢真正是你？害阮落地，互阮识字，都是读啊读，读袂出阮的相思。秋天的风，敢真正是你？害阮落地，互阮识字，都是读啊读，读袂出阮的相思。这首诗的题名是啥物？叫做秋风读袂出阮的相思。啊，这是表面的意思，安尼尔尔，还是讲后壁佫有啥物背后较深的意义？无啦，就是写失恋啦。就单纯是讲失恋的代志吗？是啊，我卡那甲你想，啊，你就无要插我。是。啊，就秋天的风，将我的心那个扫落地，是哦。心情。伫你开始创作迄个年代，尤其是你创作真济的迄个年代，拢是算讲是一个禁止台语的迄个上麻烦的时代，咱会当安尼讲。找字困难，无字典，无范本，无老师，所以家己爱摸索，家己伫遐咧找路。第二个困难呢，就是发表的困难。因为我写完了，我要发表。是。发表困难，报纸不会甲你看。唔但是安尼呐，要有一个叫做政治的问题。是。我会用当作讲你就是台独啊！迄个年代台独都是共匪。是。所以三个合作伙，你写台语诗，你是台独，你就是共匪，你共匪就是违法宣传嘛。我那年代只要你无符合国家的政策、语言方面的政策，你就是匪嘛。但是我也少年啦，我迄阵才20岁啦，嘛真单纯啊。所以虽然有这款经过，不过报纸也无刊啦，我囥伫台湾人办的杂志，所以后来无代志。过来甚至于问我讲，你是安怎用向阳做你的笔名？是。迄阵啊，中国发生这个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就是东方的红太阳，东方的红太阳。你要向阳，你是向倒一个阳？是吼。我嘛只好解说啊，好甲知影春联面顶就有。是。向阳花木早逢春。是。对吧？我就用门联。咱是有一个梦啦。用春联的。这就是安尼。迄阵啊，心内想啊，就讲我要写台语诗，我用台语，我的母语来写作，这个想法了。是吼。老师啊，你讲建议一下，你是感觉讲咱这个台语台文的教育吼，安怎就是讲读诗开始嘛，读老师的诗开始。读诗是一个办法。学歌。学歌。学所有台语的台语歌，对老歌一直到新歌。是。对过去的什么四月望雨，一路落来乌鸦花啦哈，一路落来一直到上新的台语歌。第三，看歌戏，看布袋戏。是。那布袋无法度看，你就较少，你就听。是。过来，有台语的节目、广播节目、电视节目，爱逐工收看。我会记得我高中学台语安怎学，摕报纸起来念新闻，报纸面顶写拢中文。是啊。我就甲硬甲念做台语，硬读。再个参考迄阵有广播电台。是。再参考广播电台咧报新闻的是安怎报。是。去模仿。是啊。模仿嘛是一款方。最后一种就是讲时常家己用你的手机录你家己的台语音。对手机讲你的台语。你家己有加正无？无你就甲手机讲话时拢用台语讲。伊敢会甲你应？伊袂甲你应但是你用听，你听了就知影，慢慢来修正。是。因为你可能歹势甲别人讲台语。是。所以你甲手机讲每讲一遍甲录一遍。是。一个月了就完全无共。是吼，所以讲就是较接听，较接讲，接听接讲，接学爱学别人。有影。参加各种包括其实群众运动嘛，足好学的啦。是吼。你若看迄个选举这面顶拢讲台语嘛，你听久你就会啊。连你的手势都共款。是。当然啦，要讲就是个语言有影就是像老师讲的啦，就是较接讲、较接听、较接讲，安尼讲久了迄就是你的。有影咱是台湾人，咱让将台语讲得好，这是有影真重要。所以讲
免做别项啦，是看台语台就好啦。对哦大家来无毋对看咱台语台我完的所有，全赞成。来看咱台语台所有的节目啦。啊，最后我嘛是要争取一寡时间，因为今日老师吼真难得，跟来到咱的节目中间，我一定这个面皮有影无写着这个面皮，又搁邀请到老师你，甲咱献托一首吼，你心目中你感觉讲上美丽的家乡，咱的台湾的诗，好不好？好，拄好有讲到叫做世界点睛落来，总共才12卷呢啊，是真短啊，语言嘛真浅啊，但是感觉袂歹。哦，我那伫这个音乐家哦，差不多有8个音乐家作曲，用我这世界点睛落来时，做出8种唱法拢无共款的歌啊，所以我来念这首，互大家参考。世界点睛落来的时，世界点睛落来的时，都是思念出声的时。窗仔外的风阵阵地吼，天顶的星闪闪啊是。世界点睛落来的时，我伫醒过来暗暝想起着你。我伫困袂去的暗暝想着你，想起咱牵手行过的小路，花金菇堤顶照过的田墘，顶拿蒙雾甲山坡，也有轻声细碎的溪水。世界点睛落来的时。语言的物件、文化的物件吼，都是爱接用接讲，而且唔当讲想讲啊，伫咱的身躯边哦，袂去消失，袂去无去。其实有当时吼，你想要找的时阵，万不伊无去了后，你就真无菜，而且你嘛感觉真感觉讲真是有影吼，就危憾啦，咱唔好抛憾啦吼。啊，人活伫这世间吼，就是这一世人，所以一世人做一件代志，上重要就是讲将你的母亲啊，迄个认同爱正确哦，迄个方向爱把握。这我感觉讲真重要，所以讲吼，咱吼爱去了解到台湾吼，北台湾当然就是爱为台语啊，吼爱讲个水气讲个好。啊，若要学台语吼，念诗开始啦吼，啊看咱的节目啦吼，看台语台所有的节目，啊嘛望着讲大家吼会当斗支持斗相共，互咱台湾这个所在水的物件介绍互全世界的人知影。啊，咱后代子孙会当了解着讲咱台湾的好，咱台湾的自由，咱台湾的开放，台湾的包容，哦，台湾未来充满了希望。报道歌顶用台湾俗语参故事，甲乡亲来博感情。后礼拜请准时收看报道歌顶，多谢老师。家己是，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年代？怎么样的一个年代？这是什么款的一个世界？一个什么款的世界？黄昏在昏黄的阳光下，无代志忙了把啥小家。城市在星星还没出现前，已经目睭灰灰，不啊该看做才归。平凡的我们，唔知要变什么梦啊，创什么碗粿。